大家好，歡迎嚟到 Manage Engine 嘅 IT Explain， 我係 Vishnu， 今日會同大家講下點樣用 Op Manager 做網絡效能監控。現代 IT 營運入邊，網絡效能唔淨只係喺你嘅主要網絡節點有啲運作咁簡單，你仲要監察網絡連線質素、網絡設備健康狀況、界面表現。最重要係要對成個網絡有清晰嘅可見度，所以 Op Manager 會提供多種方式俾你嚟你哋網絡狀況。根據你嘅需要，你可以用儀表板、地圖或者資產清單去睇你嘅網絡。用儀表板，你可以攞咗你想重點監察嘅設備、界面同埋指標，呢啲都可以成為你關鍵 IT 系統嘅一部分。地圖可以俾你一個有情景嘅網絡視圖，仲有你嘅服務交付入邊嘅角色。資產清單就係你監控緊所有設備嘅資料庫，你可以見到每部設備都根據角色分類，再細分為類別、廠商同埋群組。咁如果想喺一部設備入邊嘅可視性又點呢？不如我哋睇下連接住伺服器嘅核心接入交換機，呢個就係呢部設備專屬嘅視圖。喺 Op Manager 入邊呢個叫做設備快照。你可以喺呢個設備快照度見到，對於每部設備 Op Manager 都會追蹤基本資料，例如可用性、封包遺失、回應時間、界面同埋設備健康同埋效能。我哋逐樣咁講解下。Op Manager 會定時拼設備嚟做運作時間監控，發現設備之後，所有設備都會自動設置運作時間監控。你可以喺呢度開啟或者關閉停機警報，去三文治圖示嗰度，佢選擇可用性監控，再佢切換掣去開啟或者關閉可用性監控。開啟狀態輪詢之後， Op Manager 會檢查你設備嘅運作狀態，無論係開住、關閉定係其他狀態，都會為停機產生警報。你都可以自定可用性監控嘅間隔時間，呢個會決定 Op Manager 幾密拼你部設備。對於關鍵設備，建議頻密嘅檢查。而家我哋設置成1分鐘一次啦。而家去三文治圖示嗰度，佢編輯設備詳情，你就可以改 Uptime 監控間隔，同埋佢 Op Manager 用咩監控機制去輪詢你嘅設備。咁可用性監控方式呢個部分，你可以自定用咩機制去拼部設備。預設嘅情況下， Op Manager 會用 ICM， 不過你都可以喺 SNMP 或者 TCP， 你都可以喺呢度設置設備嘅上行依賴。例如呢個係我哋嘅一個接入交換機，佢會將我部伺服器連接到核心路由器。咁如果我部路由器壞咗會點？ Op Manager 就冇辦法輪詢我嘅交換機或者伺服器，會產生多個警報。但係如果我哋呢度設置咗上行依賴，就可以減少警報數量。而家 Op Manager 會用呢個標盤去追蹤你嘅設備嘅可用性。你見到可以用呢啲標盤去追蹤唔同嘅 gap，例如可用性時間線同埋歷史記錄。而家你都可以見到 Op Manager 會追蹤呢部設備嘅封包遺失率同埋回應時間。呢樣特別重要，因為網絡連接質素同連接狀態一樣嘅重要。如果你想為呢啲指標設置警報，可以設置 ERA 值。等我示範下點樣為封包遺失率設置醫療值。你可以自定監控間隔、Q 值單位同埋 Q 值本身。E 值就係你可以設定嘅數值限制，用嚟配合 Op Manager 產生警報。你見到 Op Manager 支援3個起標值設定，每一個 A 標值都代表一個唔同程度嘅嚴重性，由低至高。你可以根據你監控嘅指標類型設置 ERA 值條件，例如遞增、遞減、等於或者唔等於。例如，如果你想收到回應時間輕微上升嘅通知，你可以設置一個注意 Q 值。同樣，問題下標值就係針對比較緊急嘅情況，而嚴重下標值就代表極度嚴重嘅問題。而家每一種警報嚴重程度產生嘅警報都會有對應嘅顏色標示同埋標籤，咁樣你就可以更容易分辨同埋優先處理啱嘅問題同埋警報。重啟值 Rearm Value 係用過當監控指標回復到安全範圍時候，將警報狀態標記為已清除。另外，連續次數欄位係用嚟設定違反 E 值幾多次先會產生警報。同樣嘅設定都可以用喺回應時間監控上邊，呢個就係回應時間 Q 值設定嘅部分。而家我哋講下界面 Interfaces， 喺 Op Manager 入邊監控你裝置相關嘅界面會容易好多。當你發現一部裝置時，你都可以選擇一齊發現同佢相關嘅界面。你可以喺界面
分頁度見到呢啲資料。每個界面你都可以全面睇到佢嘅名稱、類型同埋流量。如果你睇入去某個界面，就會去到專屬嘅界面監控快照頁面。我而家喺呢個界面。至於界面方面啦，你可以監控佢哋運作時間，仲可以為錯誤、丟棄同流量使用率設置警報。就好似之前咁，你可以為傳送同埋接收數值都設置3個級別嘅 EDU 值同埋重啟警報。呢啲設定適用於你界面嘅流量使用率、錯誤同埋丟棄。設置好之後，你仲可以用圖表嘅監控界面表現。你已經見過點樣監控運作時間、封包遺失同埋回應時間。而家我哋一齊了解下 Op Manager 點樣監控裝置健康狀況同埋效能。去監控分頁，每次發現新裝置時候 Op Manager 都會識別分類，並為佢哋選一套效能監控項目。我哋一齊睇下所有監控項目嘅清單。每個監控項目都會根據裝置嘅類別、廠商同型號嚟嘅選。所以對於呢個 Switch， 我哋可以見到例如封包同埋 CPU 等嘅指標。如果你想開始監控某樣嘢，只需要啟用嘅同設置 EDU 值就得。我哋而家喺 CPU 使用率嚟做例子。而家我哋可以好似之前咁設定3個 EDU 值級別，根據你對 CPU 正常值嘅估算，你可以設置相應嘅 EDU 值。如果你想自動化成個流程，Op Manager 都支援 AI 智能 EDU 值設定。設置遙值嘅時候，你可以改選為監控指標產生圖表。圖表產生之後，會大致上係咁樣。所以 Op Manager 就係咁樣幫你追蹤你網絡入邊嘅裝置嘅運作時間同埋效能。如果有任何嘅網絡效能下降，你都會即時收到警報。你仲可以查下 KPI 指標，例如丟包率、回應時間、CPU、記憶體、錯誤、丟棄等等嘅變化。今日就講到呢度先，記得睇埋我哋系列入邊其他影片，了解多啲用 Op Manager 做 IT 監控嘅資訊。多謝收睇，下期再見。